平安哈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在265首。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的脚要跳舞，我们的手要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的脚要跳舞，265首哈。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手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260，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歌颂，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哇，你听了啊？你搁要唱一遍哦？265首哈，来。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的脚要来跳舞，我们的手要来拍掌，我们的口要唱喜乐的诗歌。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我们歌颂赞美他，生命耶稣我爱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带领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无论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口，我们都要歌颂赞美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愿神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时间的预备、装备、祷告的工作，我们的生命都在祷告里面的操练，更像神的样式。谢谢主，因为你爱主每个世上的需要得救的灵魂。主啊，我们需要更多在祷告里面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讲尊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哈。我经常做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那我咧，解释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好，我知。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这个我是讲性格，好，你是讲你的名是神，对吧？对吧？是一个代表，是一个我尊你做我的神，对吧？好，你也是一个身份，好，上帝是一个神，我尊你做神，但是我讲的是原你的名姓，好，我讲你的名姓是咧讲伊的性格，好，我讲的是伊的性格啦。对，是我是讲原你的名称，我咧想我咧主，我解释讲，你的名，
换你的名，但是你若尊伊是神，安尼到底这个神跟其他的神有差别？对，应该我讲的，安尼较对。圣洁。因为应该是讲咱尊主的名，是咧讲咱关心上帝荣耀啦。就是讲，这个神到底伊是什么款的神？伊要尊伊做你的神，足无，这就因跟有一个足无共款的一个，所以我想到讲，这个名毋是一个标签，是代表这个神伊的身份，甲伊的属性啊，就是讲到底这个神有什么款的特别的所在。所以，上帝的名伊代表的是伊家己哦，这个名就是伊家己啊哦。所以你讲尊你是神，这个卡，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毋过对伊的名，你是要安怎看出讲？我尊你的名是性格的，我尊你的名是神性的，我尊你这个神是有权柄的，我尊你这个名是有疼有公义的，迄个无共哦。你讲的这个部分，某一个部分安尼尔。你讲你解释安尼就讲听好听。对。只要你上简单的是人。所以我讲伊的名，这个名不是一个标签，像咱家己的名，足单纯的。伊的名叫什么名？有人咧听哦。有啊，这放较过来，等下恁咧讲话较清楚。好，咱继续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咱讲到，其实原理的旨意，咱讲到讲咱该多复习一下，咱继续啦。咱讲到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13节讲，你们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咱即摆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操练祈祷的重点就是要来学习，到底咱祈祷要安怎学习甲上帝亲密的交流，就是爱了解上帝的旨意啊。我再讲一遍哦，咱祈祷上惊的就是咱祈祷无下伫上帝的旨意啊，对无？咱咧祈祷拢是感觉讲，到底我咧祈祷有下伫上帝的旨意，上帝甲我应允无？所以较有分别有差别。祈祷若拢无差别就随在你凊彩讲了，祈祷拢有效啊咧。伊讲咧，人诶像人诶哪会排讲人啥物是上帝的旨意？我祈祷。我即马就是要讲这。我即马咱要讲耶稣的祈祷，主祷文，伊内底每一句话拢有伊的意涵伫内底，所以咱就爱来倒转来想讲，到底我的祈祷甲耶稣的主祷文，咱咧常常咧讲的这主祷文、主祷文内底字眼有啥物款的意思，拢是咧表达上帝的旨意。咱来看，我咱今日来看是原理的旨意行伫地就那亲像行伫天里。所以咱来了解，咱先了解讲，认捌上帝的旨意是啥物？咱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咱来探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普世性的旨意，普世性的有吗？我们的资料里面有没有普世性的？有没有？敢有？我这边应该有一个。有啦。有普世的你也甲空起来。什么是普世的？咱来知影咱咧祈祷有一个大方向。什么叫大方向？就是涵盖敢若所有的人啊，对吧？涵盖着所有的人，迄种的概念就是普世性的。毛丢你问来伊后边，你看问第一点，普世性的就是对大众的。那咱的信用，咱的祈祷内底爱有含有大众的。有啥物？咱看今日咱所看，原理的旨意行伫地面，就若像行伫天面。那如果上帝旨意敢若针对毛长老你会感觉讲上帝旨意足狭隘，对无？所以我拢感觉，我咧想讲，这祈祷应该有伊的广泛。这个广泛的意思叫做普世性。所以咱的信用内底普世性是啥？第一，所有的人得救，得讲到就是要有所有的人得救的意涵啦。所以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讲到讲，
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基督徒为别人祷告，似乎好像都只为了可能那一个人跟他的关系良好，他看重这一个人，因为他有在来教会，他没有来教会，他都讲一些恶言，口出恶言。这种人我不会特别想要为他祷告。有无？有真侪基督徒因为想要为这种人祈祷，就算伊会感觉讲啊，我为祈祷嘛无啥路用，但是咱来了解哦，伫咱得救的福音，其实爱知影这是为着所有的人哦。所以圣经上哪讲，提摩太前书2章，咱爱知影原文这个原意啊，上帝以原意，这个原意的原文是上帝较无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对全人类的疼，伊的心意，就是要爱万人得救啊，明白真道。好，所以当时我甲恁解说一下，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因受到异端的影响，迄异端吼的影响就包含律法主义、诺斯底主义，才有错误的教导，因认为讲信徒对救恩有一寡错误的理解的人物。所以保罗特别写批给提摩太，帮助伊，就爱建立一个健康的、爱确认迄个信仰的存在。所以哦，咱的信仰，你就看嘛，咱即摆信仰有做一个无同款的方法甲声音，咧认捌真道、真理。所以咱对福音普世性物件，往往会因为人、因为节目、因为媒体来安怎来行偏去，有无？有，所以你看，咱的同工吼，这个神探技术，伊特别会甲咱讲，若无出对伫圣经内底，无毋对。咱咧讲一个真理，咱咧讲一个物件，若无真正出对圣经的，事实上，咱讲出来一个方法甲道理，拢有可能会变做亲像我头拄讲的律法主义，啊，有可能诚做诺斯底主义。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知影。迄当时的异端哦，因认为只有某一寡人会当得救啊，因是认为某一寡人会当得救啊，所以咱即摆来思考哦，你认为敢真正某一寡人会当得救吗？你感觉？咱感觉啦？你讲异端，某一寡人会因为着伊是异端会当得救啊？毋是，因的异端就是认为某一寡人会当得救。毋是所有的人会当得救，你了解我的意思无？简单安尼讲啦，上帝，咱圣经在讲，伊愿意万人得救啦。伊其他是这万人，是讲真正是万个人啦。伊咧讲是，伊希望所有的人当得救啦，但毋是所有的人完全拢有得救嘛，对无？但是迄当时因认为福音是，毋是所有的人会当得救的福音。是只有某一寡人会当得救的福音嘛？啊，但是咱的信仰的内底，福音敢真正干那有某一寡人才会当得到的福音嘛？敢真正安尼？什么叫做干那某一寡人会当得救的福音？就是有条件的啦。吼，啊，我感觉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无容易哦，吼。所以咱来知影普世性，咱来知影咱的福音的普世性对大众的就是啥？是要爱所有的人会当得救，但是咱基督徒往往安怎？咱会用啊，这个人伊就无安怎，这个人就无安怎，迄个人就安怎样，伊袂得救。所以我嘛袂特别个要为伊安怎付出个较侪心力，因为我嘛连插拢无要插伊。咱人的生命就开始有分别出来，咱人的疼心就毋是普世性的疼，咱人的疼就有分别的疼。甚至会开始计较，甚至会开始分别，所以我拢感觉讲信仰吼是一个无好学、无容易的一个功课，生命的功课。啊，所以咱来了解圣经内底咧，甲咱讲起即个普世性，即个原理的旨意，行入地面上，亲像行入天面。即个你的旨意其实就是一个普世性的，第一，伊是对所有的人要得救的福音。咱来知影福音毋是有所分别的，重点就是安尼。吼，第二，信徒活出圣洁的生活。他拄仔即个问题，吼，咱甲人去讨论一下，敢有啥物问题？
某地方我感觉你应该有疑问啦，吼。对啦，你这咱好好啊认真去思考看卖。其实吼，咱若是你若开始有即种普世性的即个概念吼，你会记得牧师有伫咱的群组有无？有铺一个讲5月份，我期待有一个伫土耳其布道的一个传道人，吼，伊将伊生4个囡仔，伊要放弃伊的这个工课吼，甲生活，带伊的某囝要去到土耳其。我开始咧了解因这短宣的传道到遮，我感觉讲哇，真无简单。我后来想想讲，咱安尼吼，咱拢有当时嘛，互这个单位来咧奉献吼，关怀奉献吼，不如咱家迄5月份迄摆吼，看是毋是咱私底下较来讨论啦。我感觉有机会，咱来开始帮助咱的教会，互咱的兄弟姊妹对宣教、对报福音、报传福音，有一个异常的看法。这种物件吼，我期待讲邀请伊来跟咱分享见证。基督徒爱徛掉要安怎宣教、生命宣教。所以今仔日我去咱的一个姊妹因兜，嘛是咧讨论，伊要安怎将即个福音，伫年老的时阵，会当赶紧掠掉即个福音的本质，吼，要含伊身躯边的亲人，会当赶紧甲伊报福音，引带伊来信主，这无容易。但是我感觉咧，含伊谈话中间，含我以往咧探访的方法是无啥相款。我感觉讲得到真大的鼓励。我感觉这是上帝爱咱，常常咧关怀信徒，就爱定定去探讨福音的果效，要安怎带亲人来认识上帝。我感觉讲这是咱爱去学习的。所以你若有这个概念，普世性的概念，你就会发觉每一摆你跟咱的信徒做伙，无论你要为伊祈祷。你要为伊帮助伊的时阵，你拢会徛伫即种的角度来去甲伊探讨真理、探讨福音、探讨真理的道。所以这是跟咱做伙分享的一个角度啦，吼。咱咧为人祈祷吼，有时是差不多拢选择性的你讲伊讲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上，就像伫天对不对？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吼。我问你，摆扫堂一群遐一人出来，大家妈的一群遐一人出来是，这个人吼，你要安怎为祈祷？你嘛是安尼插一个，你伫祈祷中间对不？插一个即款的代志讲，阮后摆对上帝吼，互因会当看清楚。这个偶像吼，迄是人所刻的，还是毋是真神？安尼嘛是安尼带过呢？安尼带过是你要做到吼，要安互看出迄个万人得救啦吼！我是讲这吼，这是来讲的吼，这是咱的这个真问题啦。但是咱嘛是咧祈祷中间嘛是安尼带过呢，你无可能讲。我简单举一个咧，你可能会让明白啊。最近吼，你有看见咱的台湾的即个罢免的系统开始做一个足大的改变有无？内底有一个领先人，叫做陈小伟牧师，你捌无？伊是陈小伟牧师，伊是我的学长，神学院大我2届的学长，伊跟苏文牧师是同届，毋是胖胖啊、关关啊。最近我看台湾的变化，咱台湾的32-0有无？在探讨这个过程，我牧师毋是咧讲咱爱去罢免。牧师的意思是咧讲，这个罢免的系统是行使台湾人的公民责任跟义务啊。整个台湾这个人，因去参与拢是公民团体，是政党。但是这内面的领衔人陈小伟牧师，伊家己咧分享哦，伊家己讲，伊本身毋是一开始要来做这，是因为有一个学生囡仔。伊感觉讲看袂惯是讲台湾会发生安尼代志，后来伊要去做兵啊，讲牧师拜托你，请你爱好好坚持落去，做这个带头的。所以这个陈牧师伊就呼吁呼吁台湾的长老教会，佮呼吁台湾的教会的牧者。我问你，当时我会记得佮无所谓的18比几、16比几的无，拢无。今嘛是32-0，我认为啊，伊就亲像咧讲啥，
互万人得救啦。台湾的民主，因为这个运动的开始，虽然跟信仰无关系，但是我认为，咱的信仰，那如果咱对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对灵魂得救的福音，是真真正正体会到迄个疼，我认为，咱基督徒对传福音的热情啊，就爱有这种。迄无可能啊！我甲你讲你听啊，你当你做一个牧师来啦。对。公务教育跟台语教育，因政治立场就不一样啊。你是要。所以我讲，咱做基督徒唔通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对人的爱有所区别啦。咱基督徒上惊就是哪？咱会感觉讲，伊跟我讲的物件，跟我无啥相款，因为我政治人物的政治的意见无合，所以咱唔爱去讲。其实我感觉唔爱去讲，嘛唔是一个办法的。即摆咱台湾在面对是整体台湾的共同利益的，对吧？好，歹势，这唔是咱今日的重点。但是我要举的例，就是讲，上帝爱咱，知影是每一个人拢要得救的福音，唔是某一寡人的。好，所以咱得爱有普世性的概念，疼唔通有分别，疼，大家人拢会当得到主的疼。第二，信徒爱活出性格。要安怎互上帝旨意行入地面上行，亲像行入天里，信徒爱活出性格啦。你想看觅行入地面上，亲像伫天里。地面上有啥？有电视节目，诱惑，对无？你要安怎互地面上的生活，你所接触的物件，亲像伫天里，不容易啊。所以信徒必须要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活出圣洁的生命。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说：“神的旨意，注意哦，上帝心意旨意就是恁爱正做圣洁。”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批予帖撒罗尼迦教会一封批信。这间教会以保罗第2摆的宣教的旅程的中间建立。当时保罗因为遭受这个犹太人的压迫，必须要离开，但是伊愿咧继续咧关心这群当信主的信徒。所以特别写批予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者的信徒来甲因支持、鼓励因，就爱过着敬虔的生活。所以去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城市，因充满侪拜偶像、道德败坏、淫乱甲享受的生活。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因，爱活出甲世间人无共款的生命。所以人也咧讲，到底教会的基督徒，敢袂使去佚佗？敢袂使安怎样？敢袂使亲像世间人咧做这代志？其实拢袂使。但是有一项代志，咱爱知影，到底咱有真正分别做成无？有分别无？所以其实信徒要活出圣洁，上重要就是啥？上帝旨意是啥物？咱爱先知影。上帝旨意，这个旨意代表的是上帝计划、目的甲命令。你爱知影目的、命令。甲计划，那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目的是啥？就是要安怎？伊毋是要指你个人的你的职业、你的生活爱偌风光哦，毋是哦。上帝爱照你的心意，互你安怎，迄拢毋是上帝旨意哦，迄拢毋是哦。上帝旨意要啥？爱信徒普遍性就是爱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有发觉无？有的信徒伊无做好呀，但是伊的生活甲伊的生命有水无？足水，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客观，袂去跟人起冲突，迄个是无共款。所以圣洁的生活是啥？彼得前书第1章第15节到16节，咱手边敢有啦？咱这回来看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咱哪里探讨上帝的旨意是啥？上帝的旨意不是要让人对了地随从世俗啦，而是要让人效法他的圣洁。所以圣洁不是可选择的，圣洁乃是所有信徒必须爱有的目标啦。所以我问咱咱伫教会要安怎呼吁帮助信徒活出圣洁？
困难，来，我甲你讲，足简单的。当你感觉，你看起来感觉无，譬如讲，我常常吼，我常常咧看一个信徒吼，伊来教会吼，会想要家己小可打理哦。虽然这是外表哦，但是这个外表的动作代表是啥？这个外表的动作就是代表伊家己本身敢有备办，想要过一个无共款的生命生活。啊，伊若无想要，安尼伊含这个福音也好，得救的福音也好，任何无关系。因为伊凊彩，伊袂想要好好啊帮助伊家己过一个更较好新的无共款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有人我看到有，啊你身躯骹拢有一个，你偌久洗头毛啊？我会去甲伊探讨呢。啊，我去甲伊探讨的时阵吼，我袂去甲伤着，我会先啊笑笑啊讲，你拢偌久啊洗头啊？啊，伊讲怎么了吗，牧师？我讲没有啊，因为有人在说吼，这掉了很多屑，不知道是谁的，但是牧师有偷偷跟你讲，好，我一定单独，我袂伫人的面头前来讲。啊，有的人是安怎？内底身躯有臭味，我一定先去关心伊的生活模式。到底伊是因为孤单，因为伊生活无法度有好的空间，无水，还是伊是什么款的环境？咱一定要先来关心。关心了，你要慢慢的介入到他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有足侪细节，这拢是外在的。咱一个人伊要进入伊性格的生命内底吼，你一定要先豆先对外在慢慢啊去甲伊看，啊，然后互伊慢慢了解你咧甲伊讲啥，啊，无足困难。好，啊，我最近咧含这兄姐咧探讨这个问题中间哦，是对伊的家庭开始哦，对伊的家庭开始，先对内在吼整体吼清气，然后慢慢啊，伊开始感觉讲，这人的身份吼，就爱有什么款的。这个格调甲素质，所以你若要做这个身份，你就爱开始就爱有安怎的做法。所以我感觉咱的教会，咱咧讲性格，咱来知影上帝是性格，但是咱人来到上帝面头前，这个人哪像啥？你清彩服侍上帝吼，清彩来亲近上帝吼，安尼吼，你是咧玷污神啊！你会感觉有这个会安尼袂？我咧困难咧，讲的意思毋是上帝讲的安尼，是讲伊的私底下生活吼，咱咧种伊来是咱看到伊是一个吼，敢若迄种吼，做有信仰、做有圣洁，做像讲做圣洁的人，对毋对？做圣洁人毋是讲无正圣洁的，就是讲看你到底吼，你真正是敢若是圣洁做圣洁那多啦。但是伊私底下生活够有圣洁。我看真济啦，逐个一个家庭啦，吼，另外一方面啦，吵叫，安尼骂叫，安尼行为做歹，你想要看？所以表里不一的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圣洁的基督徒。咱会当安尼去定义啊，吼啊，所以无要紧啊，性格的艺术哈，哎。如果像你所讲这样的人，他来做礼拜，他没有预备心，他是当然是就是穿的怎么样，光鲜亮丽或是怎样，其实他的预备心的做礼拜，与其预备他本身的外表，对，没有预备。对。但是若跟人来讲，有来看也无来，啊，所以啊，你看啊，咱拢有讲到这，无论有来也无来，所以我嘛咧讲啊，有人有兄弟，当伊拄着生活的问题，伊讲无事，我甲你请假，我即摆我拢甲任何一个会友，伊若要甲我请假，我拢甲伊讲啊，某咪人，我知影，我了解，但是吼，你莫甲我请假，你甲上帝请假就好，因为吼，咱毋是上帝，伊甲我请假吼。咱有可能互伊安怎？互伊互俗世的代志，较赢过亲近上帝的代志啦，对无？啊，你若准假，什么叫准假？你准伊吼，到时到底伊是啥物心理咧请假，你毋知影，对无？就算伊讲迄敢若有理，你嘛毋知影。但是我至少我感觉啦，吼，真正身体有痛痛，无方便，真正这是基础啦。但我感觉
真最性格的生活是啥呢？其实应该简单讲，迄叫做分别最性。我回应小张的谈到嘿。小张谈到讲迄话，因为吼，因若真正讲是，事体啊，毋是真正是一个亲像基督徒安尼即款的人。但是因后咧咧教会中间啊吼，伊会吸收的道理，伊我哪会，当然啦。我哪会渐渐了解圣经的教示啊。对。到尾啊，我来讲啊，我过去。嘛会改变。伊所做，伊所底下所做毋对，我哪会悔改到当然毋错。啊，你若拢无要来啦吼，我就完全拢无机会。所以我讲过着性格的生活，就是讲分辨嘛，分别最性嘛。我今仔日我原底我无啥想要去教会，因为我安怎，吼。但是我若开始想讲，安尼毋对，我应该爱付出一寡心力，甲上帝关系建立，学习去搁较侪了解信仰的真实是啥物生活。啊，伊来，伊是付出代价啊，有分别出来。我感觉你嘛真好啊，就算伊原先袂晓，但是至少伊有愿意的心嘛，对吧？但是我咧讲的讲，有的人无分别，伊嘛袂爱，伊就算知影伊是基督徒，但是来到教会，伊是看人咧亲近上帝，伊是敬拜上帝，伊是反正恁遮人安怎样，无啥想要插面。你感觉伊敢有较圣洁？无哦。信徒有真侪人是安尼哦。伊认为讲我毋想插遐个人，反正我来教会单单看上帝就好。这也是有问题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彼此服侍。有这个问题还是有啊，对不对？有存在的啊。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这种人，或者是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圣洁生命的分别为圣的人，这两种族群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冲突啊。所以后来我发现，咱来了解旧约内底性格代表是啥？是属上帝。所以圣经内面旧约你看迄个器皿，圣殿的器皿是分别出来的，专门咧做敬拜上帝的，对吧？但是新约毋是安尼讲，新约咧讲的是对基督徒性格代表是爱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甲世间人无共款的身份甲角色，所以分别做性，无受世界影响，迄是重点嘛。简单讲，你唔通互受到世界的影响啦。所以我跟你讲，今有人要甲你请教，咱就爱甲伊问讲，注意哦，咱唔通甲他甲伊讲了解，我知影，安尼就好哦。我为你祈祷，安尼就好哦。你就爱甲伊讲，我怎啊拢会甲伊讲，是啥物代志？所以你有看到无？牧师最近伫咱的群组安怎讲？咱若要请假爱安怎？爱讲你是啥物代志？因为咱是一个整体，咱是一个 team， 若有一个活动，若有一个团主工要进行，你毋是简单讲，牧师我要请假，我敢要甲你问讲，到底你是请假要讲啥？因为我嘛无甲你问，有人会甲我问，若有人甲我问讲我嘛毋知呢，怎人会讲，牧师你较毋知，你的同工呢？你毋是要开会，同工上帝就拄着安尼啦。今仔一个群体，咱要开会啊！即马一个人讲伊请假，我过去我就安尼，我无甲伊去甲伊问讲，是啥原因？后来其他同工就问讲，牧师，怎伊要请假？讲我嘛毋知呢。你会当甲问啊？你会当甲关心啊？我讲一句常常，我问我安尼嘛无解对呢。我甲伊讲，你嘛会当甲关心啊？安尼人会想啥？你做同工的，我若牧师甲你讲，你嘛会当甲关心，我到底怎伊无来啊？你一定会想讲，牧师，你是带头的呢？咱要开会伊讲伊请假，你也毋知影，所以你有发觉无？牧师无好做，做头无好做。你无共关心，无共了解清楚嘛袂使呢？了解清楚上帝，人去感觉你管遐济要创啥？所以我想要讲，咱伫群体内底，咱坦白做一个诚实的人，互彼此拢互相了解，这是上要紧。所以活出性格，分别做成，生命爱有无相款，毋免去过头，去为着世间上的代志安怎上过操劳啦。
我感觉好好啊去想上帝国的代志，人甲人的中间嘛是安尼啦，吼。好，咱题外话，咱继续来看第3个，彼此相爱。好，普世性的旨意，上帝普世性的各点叫做彼此相听。咱的普世性的这个上帝心意，我感觉彼此相听是最重要，因为约翰福音13章34节讲啥？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做什么？彼此相爱哦。所以你要知影，耶稣伊甲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耶稣伊知影，伊要离开啊，门徒要面对的是啥？是分别甲困难。因为耶稣知影，恁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压迫，安怎？讲你毋是基督徒。我有讲过，去当时因若讲伊是基督徒，会安怎？会向掠，会向抬。所以对因来讲，耶稣知影，因所拄着的问题就是。互相彼此无认彼此啦，对无？到时吼，你有熟悉迄个魔冲上无？伊有去教会呢？敢是？无啊，我嘛毋知影。啊，平常时恁拢伫教会安尼好来好去，结果拄着压迫来的时阵安怎？这就是耶稣所咧烦恼的。所以耶稣讲：我赐予恁一条新命令，叫恁着爱彼此相听。当咱伫困难的中间，咱知影耶稣基督是一体。当咱伫困难的中间的时候，你茫看到一个智微世人拄着困难，你甲伊当死好，你早就甲伊讲过，伊逐摆就安尼，咱毋通有这种心理，咱着爱搁较疼伊、关心伊，甲伊讲来，我甲你讲，其实我常常为你祈祷，但是我嘛一寡话想要甲你讲，吼，咱会当调整看卖，咱互咱的生活。工作也是倒一方面，咱会当堪伊交谈嘛？伫交谈的中间，堪伊建立关系，啊帮助伊。所以记得吼，这条命令毋是对犹太人的命令哦，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是爱诚做福音传遍世界的标志啊，最重要的动作啦。所以如果咱要讲传福音，但是咱袂晓彼此相听，安尼拢无法度啦。所以倒边话来讲，你讲你袂晓传福音。代表啥？代表是你袂晓彼此相听，因为咱的听心拢是有私心啊，咱的听心拢有目的，佮拢有利益的啦。咱的听心拢是单方面的啦，毋是双向的。所以爱知影哦，耶稣咧甲咱讲，即个彼此相听。你若甲看约翰福音13章35节，伊讲。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竟然因为安尼就认出讲，你是我的学生，有无？你是我的门徒，所以有无？咱咧传福音就是安尼嘛，人拢知影我是牧师，对吧？但是人若看到讲吼，牧师含迄某咪人，也是某咪人含牧师的关系吼，安尼无当心嘛，人拢会看出讲啥？牧师必然。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咧，迄群吼，看牧师吼，安尼拄着问题，也是拄着什么冲突，就安怎？就伫遐咧议论啊，就伫遐咧讲是非啊。我甲你讲，人就看出咱毋是主的门徒，所以咱爱知影彼此相听是耶稣甲咱讲的一个新的命令，伊要爱带领咱的职业方向、生活、婚姻、家庭、服侍。咱拢得爱持续掠掉这个彼此相听的关系，所以咱唔若会当关心个人上帝对外的计划，咱若忽略，我们如果忽略了上帝已经表明的彼此相爱的福音的本质，其实咱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拢真有限。好，所以牧师鼓励咱得爱知影彼此相听是耶稣互咱一个最重要。咱要安怎样互上帝旨意行伫地面前，亲像天的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概念，就是彼此相听。好，再来个人嘛，就是咱今日要讲到的个人，这较个人的旨意啊，这是毋是普世性的，好，就是对个人。咱知影，牧师咧讲这个祷告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吼，祈祷要安怎合伫上帝旨意。他拄咱咧讲的是叫做啥？普世性，所有的人的。咱咧祈祷来就是咧讲到个人的啊，
吼，咱大部分拢认为祈祷敢若个人的概念较济啦。啊，咱即摆讲的是个人性的志，吼。上帝伫咱人的人生吼，拢特别计划，所以上帝带领咱的职业、婚姻、服侍顶面的方向。所以其实咱爱好好啊，为着咱家己的生活，为着咱家己的家庭，为着咱的工作，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吼，所以上帝伊嘛安怎，伊会使用咱特别的时间哦，甲所在哦，来成就伊的计划哦。他拄啊，牧师7:45，啊，这个一个叫做林素慧，吼，林素慧姐妹，伊是马来西亚人，吼，嘿，伊年纪有一个年纪啊，3月18、19，伊要到台湾处理伊的厝的代志，伊敢若要甲卖掉，伊甲我讲足济哦，伊讲牧师，你敢过认识我？我讲我知影，吼。真久无看，伊人拢离马来西亚，伊嘛咧分享，伊讲旧年吼，咱的小长老拢咧继续咧甲伊关心。伊咧分享的中间牧师，我以前要摕去教会奉献，吼，我咧想讲，其实咱教会其实无开真侪时间咧关心这个人啦。为虾米？因为看咱拢无咧做伙嘛，伊伫人外国啊。但是哦，伊有讲到小长老。有咧家关心的代志吼，我心内充满安慰。为虾米？因为咱的关心带来好效啦。吼，因为我是敢若迄摆伫咱旧礼拜堂，吼聚会可能伊家己讲伊赶行李来到教会，我知我想起来。但是，所以你看，应该较无交集啦吼。但是我感觉讲，牧师要讲的就是讲。咱常常爱为着咱人甲人中间的彼此关系，甲咱个人的生活，包含侪项代志来祈祷，真正会带来一奇妙的工课。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吼。今日牧师特别针对我甲咱重复一个，就是讲，咱这几礼拜牧师都要跟咱做伙探讨，到底上帝的旨意是啥？因为我感觉咱要做一个带导者带导者。上困难的就是咧探讨啥？到底我祈祷会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无啦？所以咱爱对上帝的旨意爱有所了解甲认办。安尼咱的祈祷，我们的祷告的方法，跟祷告的思维，跟祷告为别人祷告的方法思路，自然而然就会符合神的心意。无有当时咱拢会认为，迄祈祷同迄外教派。外宗教共款，叫做做法啦。你有为我祈祷，我就福气；你若无为我祈祷，就无福气。那条件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实际上它有一个非常深的东西，我们要一起从耶稣的主导文里面各个层面去探讨，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耶稣祈祷文应该比任何一个牧师祈祷。更较有值得咱来参考的依据啦，值得我们参考的依据啦。所以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较侪操练，要安怎祈祷，会当合伫上帝心意，然后帮助咱的信徒，要安怎开始学习勇敢，为着家己的家己，为着家己厝里了袂捌主的人，来领受通过祈祷带来生命更好啦吼。因为我感觉传福音毋是一个方法甲策略。传福音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咱要安怎对上帝真理话命道，然后咱通过祈祷，通过圣经的话，然后来帮助带领人来认捌这个信仰，求上帝帮助咱。大牧师甲咱分享期待讲咱买当继续为着薛文生大哥伊的女儿梦玲祷告。最近我看伊伫这个群组顶面开始对另外一个兄弟，另外这个兄弟是一个有可能是焦虑症的甚至嘛是忧郁症的一种精神上疾病的一位弟兄，我们谈论了很多。那这个梦玲他也自己做见证，他说真的，我得到一些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是真正对教会来。所以慢慢牧师嘛一直咧祈祷，
期待讲咱透过祈祷为着这个家庭有机会通过伊的查某囝生命转变，然后有机会互伊的爸母甲伊的全家看到，伫人无法度，伫上帝的内底凡事拢有。哦，所以我之前有讲到讲，嘿，即摆工作吼，伊是简单甲我讲，有哪逐个人拢因为伊的一寡代志吼，我无继续去甲伊问了，吼，我会去甲伊关心伊，嘿，我感觉讲，伊应该嘛是，伊有讲，伊应该讲，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无介顺势啊，但是我知影，就是无介顺势，但是我有伫咧拍算，就是咧讲，拜一要上班，嘿，但是伊讲吼，逐个人有哪是针对伊吼，伊就一直讲嘛是讲。伊就毋捌即个工课，当然做了就较慢，但是我就甲讲，梦里如果可以的话，你来教会做事情，好，阮交代你做工课，你来跟人做伙计较，好，来款物件，好，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愿意的，即摆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查某囡仔，好。伊身上是有啥问题无问题啦，吼，我感觉迄拢是需要教导。咱家陪伴，正面他们讲话，伊足愿意去微信去问哦，伊讲有啥物办法？嘿，真单纯，伊也想要看人，对他不会有所隐瞒，所以咱对伊咱就爱做大方，跟伊分享咱的看法，所以伊真爱跟咱教会人讲话，所以咱教会人咱就爱安怎？我鼓励咱爱有耐心，吼，爱有忍耐的心。你若无耐心的人，你学习忍耐，吼，学习忍耐中间，你得操练出你要安怎委身啊，吼。所以我拢感觉讲，咱有耐心了吼，自然咱要听帮助人吼，来认捌信仰，来听生命的方法吼，我感觉拢真好的帮助啦。好，安尼针对今仔日的内容，敢有啥物问题？好，是。对，18、19，礼拜2、礼拜3。是，你会当去甲伊关心，甲伊问看嘛。对，伫台湾。好啊。是。我讲你咱家己请啊，你家己讲吼我头拄听着牧师吼，你讲又跟你联络着，你要回来吼，看，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因为讲要安怎客气，互咱要为咱教会服务，特别到你若来，我带你去互阮的会家，吼，我隔礼拜我会甲周报你奉献的这我翕相互你。18到3月18，咱做心内底吼，咱要感谢你带领阮，互阮伫主你的信心，甲得救的生命内底，阮会当明白，阮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通过今仔日，若了解阮的生命，需要主你的救恩以外，阮更加需要从上帝你的旨意。当好好来明白，怎样通过伫基督的内底来帮助人，会当较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主你的心意是爱人万人得救，嘛是爱阮的生命会当活出圣洁的性命，互阮的生命分别做成伫主你的内底，会当成做主你所欢喜、彼此相听的器皿。主，阮伫你面前需要操练阮的生命功课，通过基督更较委身伫主你的面前。互阮会当更较明白，通过基督所带来的快乐，主愿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互阮常常通过操练基督的功课，互你的教会会当通过基督的文化的建立，也来帮助人通过基督的方法来得到生命大大的帮助甲祝福。阮伫你面前，搁一摆将阮头前的道路仰望交托主，愿上帝你引带带领，基督恳求，靠耶稣名，阿免。
好，完督促咱大家吼，咱每礼拜三因为下个礼拜时间的关系咱会去讨论看卖就是讲因为时间，咱是毋是会当甲伊量早提早到7点半，敢会上当？小张呢？7点半到8点半，可以啦哈。如果那边有课的话，因为我们那边的课不是每天，是，所以如果7点从那里是。